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昨晡暝2点外是发生2站规模6以上的地震，又搁冲击花莲地区。这原本就已经列入红大的统水大楼，还有当咧整修的富凯饭店拢起去。这工程车甲专业的人员是已经开始进驻，富凯饭店上紧明仔载就会开始拆。也若是统水饭店，就要等台电先处理。今时期月面一阵天摇地动了后，引起大量的粉土。饭店一日起去位于花莲市区中山路上富凯饭店，是民国69年建造，厝龄44年。透早2摆大地震了后，明显起12度。附近徛街头的铁皮天光了后，各种工程车紧急进驻，比较天然气大楼拆坏，先进行粉土清掉的。没有想到这个余震这么的密集，而且也这么的强烈啦。像昨天晚上，我想全花莲没有人有办法睡觉啦。位于民理路上的统帅大楼，伫403大地震了后，就因为太路落来，更紧长期受损严重，风大属于红大的几楼，伫23透早2摆大地震了后，经到的 H 型钢架防震岛1楼崩塌消息，警消第一时间赶去现场，早已经全部撤离的居民再去各警部组登记处看。一夜难眠呐，然后想说天亮了，然后就想说赶快跟几个住户比较好的大哥啊、大姐他们约好，就一起过来静静的陪他。地震尾无停，珠江路上也有一栋2层楼的民间爆烂，1楼直接消息好佳在无人受困，另外一个废弃洗衣厂也因为大地震了后倒去，陆续传出建物受损。关府关先对控诉控3建筑部紧急评估，只收行到4月19，今麦决定中期评估机制。现在可能因为这么大的余震一持续发生，可能因为再开始，今天开始又再进行评估收件，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评估案件，或者是有一些旧的案子要去做复评。富凯大楼这一栋会24小时进行拆除了。那诚如刚才说明的，今天会先进行电土，顺利的话就明天会下半天会开拆，或者是后天早上进行开始拆除的作业。因应富凯饭店崩塌，4区已经为布条管制区内徛街，下当等于提物件了后撤离，关府评估当地北地势拆除作业困难，会先伫建物头前贴土石，进行4区为保护措施，原则上以2礼拜来拆完回目标。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咱头拄则看到的灾情，寿丰乡某一间民宿4月初3大地震了后，就已经受损。即阵被堪日地震尾跳瓦规个断去，已经去放大红单。另外，台11线嘛有真侪路段山壁拢放落来，车路嘛闭起。公路单位是先派人去灌按温图。也若是丰滨乡的天空报道，是因为地震尾害了搁较严重，目前无法度开放。原本2层楼的民宿有3支跳瓦崩溃，钢筋扭曲，夜日的玻璃帷幕也规片落落来碎了了。这间位于寿丰乡的民宿，面对海景景色真水。403大地震了后，先出现钢筋捅出来，壁壁损的损害尚未到。为透早一直继续的地震尾，搁较互伊强要倒去。再去搁有地震尾，土骹闭开，造成建物错动。才慢慢的，它就往下，然后整个就下陷这样，当然吓一跳咯。建筑部已经防认定危险大红单，好佳在民宿祖孙3人早就搬到边仔的厝暂时住，无受伤。面对建物无定着这当拆除，民宿主人虽然无奈，也毋过拄着天灾也无法度。地震还是一直来的。那没有办法了，就祷告了，求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只要人平安就很好了。地震尾无停，互寿丰乡未少社区受损。今日水莲社区部分厝的瓦壁落去，规土骹砌砖啊遐，居民讲这一案根本就毋敢困。透早才发现家园东倒西歪，连倒水的大水桶拢变做2轨。想起天摇地动的时，又原心惊惊。我们就在这边啊，不要看这地方，怕电线杆倒下来啊。大地震也互台11线部分路段一直有落石，会当看到山壁放一大片。那路边因为强烈有害4轨拢闭损，公路单位赶紧派南马空车往各长各深的闭损继续关张，以免大雨一来有空路面。这种土质下雨天可能会垮掉，一定要灌起来，怕下雨那个雨水跑进去。搁前往丰滨乡有名景点天空步道，伫403大地震了后已经封园，想要到423地震尾，互步道受损的情况搁较严重。透过乡公所空翕的相片，会当看到全名是
亲不敌住海上高度，前段已经无落机，但后段强化玻璃铺成的天空步道已经毁损，要用偌济时间会当修复。公所表示，也有待进一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咱台湾地震的灾情，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讲，因已经做好准备，看咱需要啥，因就会来到3天。咱的外交部嘛，感谢超过100个甲人慰问。根据最新的统计，到今日下晡4点，咱已经收到13亿的善款。咱附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等的国家拢有捐钱，要协助咱重建。23透早，真侪民众当在困眠，煞互地动摇甲醒过来。台湾伫4月初3发生花莲7.2大地动了后，大大小小地动尾无断过，造成民众伤亡、厝倒去和交通断去才灾情。日本内阁官长林芳正是表达慰问，嘛强调日本已经做好支援台湾的準備。現時点で邦人の生命身体に被害が及んでいるとの情報には接しておりません。4月3日に大きな地震が発生したばかりであり、今回の被害に改めて心からお見舞いを申し上げます。日本政府としても引き続き必要に応じて支援を行う用意がございます。毋但日本伫花莲大地震发生了后，包括教宗彭济国、科索沃总统和意大利、德国等等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拢陆续来慰问台湾。干那台湾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友邦，到巴拉圭、瓜地马拉等等16国267个政要表达慰问捐钱。圣文森总理龚萨福更在当地时间4月3日通过决议，宣布捐赠5万美元协助我国救灾。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16个国家，267名政要在震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立即透过住处向我国表达关怀。外交部对于国际友人热忱地表示关怀，再次表达我方诚挚的感谢。外交部嘛陆续发文来感谢泰国捐100万的代表，土耳其派无人机专家团来台湾，还有日本、韩国分别捐100万和50万美金来帮助灾后的重建。根据赈灾基金会统计，到23下晡4点是已经募到13亿，全部捐钱的条数是到17万3000条。记者综合报道。南美国家玻利维亚有真侪老师为着争取教育预算，而且嘛抗议政府逼因退休，转行街头抗议。结果竟然是爆发真严重的冲突。警方发射催泪教士要驱逐抗议的民众，双方是你入我就走，群众嘛用炮仔来回击，街仔都是一直出现炮仔的声，气氛是真紧张。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拜日有一大堆教师去街仔路示威，因来到教育部的头前争取提悬教育预算，嘛抗议政府拍算要通过新法案，强迫因伫65岁时阵退休。没想到镇部警察早就已经伫现场抬兵，阻止因过去，双方是爆发激烈的冲突。当局讲法案规定讲65岁了后，若要继续做工课，要接受体检，是要确保专业人员的健康，但老师认为无得到尊重。lanzado balines, nos han obligados a salir corriendo, pero estamos acá, vamos a llegar hasta las últimas consecuencias. Somos educadores y creo que merecemos respeto y merecemos también un trato digno por parte de nuestras autoridades nacionales. Es una vergüenza que la educación en Bolivia esté a este nivel. 玻利维亚的教育预算伫南美国家是偏低，教师因为这已经抗议真侪年，去年嘛捌爆发真激烈的抗争场面。因上时嘛要求政府伫制定强迫退休制度的时阵，应该提悬教师待遇和退休金。竟然要和教师做伙联手抗争的教育医生，因讲无愿意伫65岁退休，实在是退休金伤低。No es que queramos eternizarnos en nuestros cargos, lo que queremos es una jubilación digna que el día del mañana nos permita vivir con la tranquilidad necesaria y no con los pesares que tienen ahora. Yo tengo colegas. 玻利维亚目前法定的退休年岁，男女分别是58岁和55岁，但这是10几年前通过的法案。真侪人其实根本就提无会当卫生的退休金，才会一直留伫工课场。教师医生拢希望比照军人来提悬退休金，无就会控制到底。本次新闻张惠敏编译。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这流浪的人数是又搁破纪录，冲到65万人。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厝税一直咧起价，而且疫情转好了后，政府的补助减少。咱若摕加州来做例，这加州政府为着解决游民的问题，提出真侪政策，煞是拢无效果。
第一，就是这收容所的数量一直未复齐，加上有宵禁、门禁等等的管理方式，未少人就讲因好惨像是住伫咧监狱内底。而且，就算已经到收容所啊，这毒品的问题犹原嘛是搁真严重。也若是第二，就是这美国的医疗贵三三，真侪人无钱通去看医生，甚至是去互医药费拖甲破产。根据调查，在加州有82%流浪者拢有心理疾病，变做一款恶性的循环。也若是上尾一项，有一寡人认为讲，这流浪者伤过靠势政府的服务。本地为着照顾因，是提供免费的沙顿、洗衫服务，也有一寡补助。不过，一寡人却是认为讲，规气就去互政府治就好啊，失去拍拼的动力。所以讲，即阵美国俄勒冈州就有一个市提出禁止游民困伫路边的法案，引起争议。联邦法院是当咧辩论讲，这款法案敢有违反宪法？俄勒冈州一个总人口只有4万人的小城市，格兰茨帕斯立法规定禁止民众伫公有土地、公园、路行也是群违者会罚处295块美金的罚金，违反甚至会罚判20天的徒刑。2013年到2018年之间，总共依法开出500法定罚单。那伫2018年，报名捌流落街路的人，代表游民族群向法院控告格兰兹帕斯市违反宪法第8修正案，也就是未当罚上济的保释金过当的罚金，加处以残酷佮异常的刑罚的规定。这个案2018年伫旧金山的第9巡回上诉法院得到胜诉，不过格兰兹帕斯市不服提起上诉。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2日起开始听社方辩词，预计上紧会伫6月做出裁决。Counsel, what will the city do if you don't prevail here? The city's hands will be tied. It will be forced to surrender its public spaces as it has been. 华府联邦最高法院外口组织过100多名的示威者，声援街路游民，有一寡人举大房临时出口、大房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标记牌。That homelessness is not a crime. That people on the streets need housing and support, and that by putting penalties on them, showing fines on them, that's not going to get them in housing. That's actually going to make the problem worse. 联邦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有路无厝、流浪街路的人数超过65万人。2022年到2023年，都增加12%，7万650人，是自2007年破产以来上悬纪录，其中1/3是位于加州。2点多钟的辩论过程，最高法院占多数的保守派大法官。亲像同意被告律师的讲法，也都是游民，甲游民的营地是复杂的政策问题，上好交予立法者临时法官处理。不过3名自由派大法官是更较关心约基失当的人安怎防对台问题，更加指出困眠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昨下晡亲身视察，佮向东海社区立地定的飞弹。根据北韩的官方媒体报道，这边军演用的火箭炮射程352公里，是会当射到南韩的3军总部甲驻韩的美军基地。不过，南韩的军方是认为讲，这款火箭炮应该也伫咧测试的阶段。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日下晡的演习，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的相片，拢总翕到4个超大型多管火箭向东海发射，并且由金正恩亲身指导。朝中社表示，这是北韩头一届核反击模拟综合战术训练，目的是要向敌人发出明确的警告信号。北韩讲，金正恩对演习的过程真满意，不过南韩军方评估，这款火箭炮也搁伫咧性能测试阶段。另外，北韩的军方报纸劳动新闻嘛报道，这届的军演使用超大型多管火箭炮，射程352公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讲，由北韩发射的火箭飞300公里了后落来，所以上北韩的超大型火箭炮都是予美国加南韩以编号 KN-25号名的底停弹道飞弹，主要是用来上准南韩。根据分析，这个长度会当为平用到南韩陆海空军本部所在的中清南道基隆台，加韩美联合片对综合演习的昆山基地。专家讲，可能飞行航程，这个测试可能是针对离平壤差不多330至350公里。
南韩主要的军事设施。综合路透社、韩联社、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在金正恩的指导下，北韩头一届核反击训练，目标是伫展示北韩军队多元化的核武能力，并且抗议美国甲南韩为4月12至26所进行的联合偏对综合演习。南韩是讲，已经甲美国甲日本密切合作，全面戒备。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中国的间谍活动，真正伫咧德国是有3个公民，怀疑是透过学术合作，偷摕国家的军事科技机密，去互中国情报部门，互发现了已经去互抓起来。也若是英国中国间谍案是这礼拜就要开庭，其中一个涉案人是对中港台的代志真熟手。德国检方二日宣布，已经逮捕3名涉嫌为中国偷摕德国军事甲科技机密的间谍，其中1名嫌犯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请用，利用另外2名嫌犯阿拉伯的公司联系德国研究人员，佮借着甲德国的大学订立研究转移契约，提供伫中国的合作盘军事科技机密。那中国国家安全部就是这寡合作盘的金主。Wir haben die erhebliche Gefahr durch chinesische Spionage in Wirtschaft, Industrie und Wissenschaft im Blick. Wir schauen sehr genau auf diese Risiken und haben auch wiederholt davor gewarnt und sensibilisiert. 3名嫌犯拢是德国公民，技术伫2022年6月进前都已经从事情报工作，检警搜索因的办公室甲徛家。3人被逮捕的时，当咧讨论后续的研究计划，包括会当增强中国海军战略的研究内容。除了偷摕军事机密，因也防指控违反当地出口法规，将特殊雷射设备运去中国。那伫英国是有2名查某人因为涉嫌违反政府机密法，为中国提供证据，去年3月互警方逮捕，下伫26出庭受审。因其中一个人捌是国会研究员，伫中港台事务真外条，接触过英国安全甲外交事务等重要官员。We've been very clear that the situation now is that China is behaving in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way abroad,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it represents an epoch-defining challenge and also the greatest state-based threat to our economic security. 对中国威胁提高警觉，英国当局顶个月就公开指控，中国伫2021年起一直对英国选举委员会进行网络攻击，想要得到数百万选民的资料。德国去年是伫国家安全战略中提起，要打击中国情报部门伫德国的间谍活动，也毋过对各国的指控，中国都全部否认。公司新闻纽兰编译。香港分阶段要禁塑胶产品，将4月22世界地球日宽限期正式结束第1阶段起稿。这回实施的内容影响上阶段的，就是餐厅甲饭店。餐厅是全面禁止用草桶仔甲塑胶的壳啊，也有速供餐具等等。也若是饭店嘛，袂当阁免费提供旅客塑胶的起面起膏米仔机，这款一届就爱单调的塑胶米。除了影响到业者，消费者嘛会受到冲击。咱举这个例来讲，香港的便当即马一粒就要超过150块台票。因为本体用草壳包装，一个成本才3块尔，这阵配合政策改用环保的，一个就要7块4，成本翻倍，只好得甲消费者起价。22世界地球日即天，香港正式实施分阶段禁塑胶令，餐厅、商店、旅馆禁止提供用一届的塑胶用品，违反的上悬会当罚10万港票，差不多41万台票的罚金。不过禁塑令实施头一天，也是有未少商店提供塑胶餐具。我知道佢話有半年嘅寬限期嘛，所以可能有啲鋪頭都會，我喺隔離嗰度買。雖然新法已經實施，不過香港政府予因6個月寬限期，這段時間是未處罰。會有禁塑令，原因就是塑膠本數上濟。根據統計，2021年香港平均每天生產2331噸的塑膠。雖然禁塑令用意是真好，民眾嘛攏真支持，不過產業專家指出，企業要甲餐具攏改換做茶做的，也是竹啊、紙這些環保材料，成本可能比塑膠餐具會增加30%。短時間內要得到這麼多環保餐具，嘛真困難。我覺得實施還實施，但係政府可能要諗翻一啲好啲嘅配套嘅嘢俾我哋咯。係啊，即係你唔好話突然之間就實施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商鋪啊，可能其實佢哋未必咁快可以做到。我唔換看歐洲，同款甲塑膠有關，捷克一間3D 列印公司當地趕工印一個14公尺懸的埃菲爾鐵塔模型，全部使用回收的海洋廢棄物。
My tyto špatné vlastnosti přetavujeme v dobré vlastnosti, protože pokud tu plastovou láhev vezmete a vyrobíte z ní něco užitečného, tak to má velmi dobré mechanické a chemické vlastnosti, je to velmi odolné proti UV záření a je to hlavně téměř nesmrtelné. 这个埃菲尔铁塔模型的材料是为泰国渔民收集的塑胶粪扫，经过分类、清洁、透布甲干燥了后，再搁加这的废弃物做成规粒的甲3D 列印幼师，中经过无共公司的协助，甲尾由这间新创公司用印表机一步一步印出外形。3D 列印埃菲尔铁塔模型重量有2吨，差不多是用80个塑胶杆仔做出来。伊要伫奥运期间展出，提醒捷克的民众为选手热情加油的同时，嘛爱想到海洋污染的问题。公司新闻齐婉玲演绎。女性的艺术卫生产品，用一间了后，就变做真大量的粪扫。即阵有一间德国的新创公司，是对海草内底取纤维做成卫生棉条，唔但当减少粪扫量，佫会当利用海草的特性吸收二氧化碳顾环境。海草得到水又有害，规阵的鱼伫咧中游，这是水族馆展示的焦点。不过，你敢知影这种海草怎么是当摕来做女性环保生理用品的原料？ Ja, unsere langfristige Vision ist ja tatsächlich das Algiverse, wie wir es nennen, also ein Universum von nachhaltigen Produkten auf der Basis von Meeresalgen. Und da ist der Nachhaltigkeitsgedanke total zentral. 海草是大海内面的食物，伊吸收二氧化碳加水进行光合作用，结果制造氧气出来。在全世界这么气候暖化的危机时阵，海草叶碳汇集能力是真重要。 由一群女性科学家所创立的德国新创公司雅信 Wyod 就对海藻内面调制生物的致癌物做做材料来取代塑胶，结果做做卫生棉条。对海草提炼的原料色彩要换白色，所以就唔免过染色。为了要符合欧盟对女性卫生用品制作的规范，实验室是用帮助女性器官的仪器测试海藻棉条的吸收力。一般棉条拢是包伫咧塑胶管内面，较方便使用。这种用海藻原料做的棉条，摸起来黏黏骨骨幼幼，弹性程度拢正拄好。100位试用者拢讲，比摕时阵正顺手。Dass die Baumwolle sich etwas schwieriger einführen lässt, auch etwas mehr austrocknet und das haben wir halt nicht. Und das verdanken wir halt dem Rohstoff der Alge, die eben diese positiven Eigenschaften für eben die Menstruierenden mitbringt von Natur aus. 为了要兼顾使用的习惯，我有的海藻棉条怎么暂时用塑胶制品包起来，以后会用生物降解原料取代，而且怎么也会推广种海草，希望会当保证海藻原料的供应，和海藻棉条成做名副其实的环保生理用品。另外，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 自3月开始，免费提供环保的生理用品，给有经期的女性加跨性别族群，包括月娘裤、月娘被，甲用布做的卫生棉。若是有需要的人，会当到各地药房去领，估计受到好处的人有250万。It is for everyone because it is a right. It is a right, the right to menstrual equity, and it's here for good. 加泰隆尼亚有一项调查显示，23%的人因为经济原因，被迫重复使用抛弃型的生理用品。有44%的人是讲，这种环保产品因买袂起。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